开心有这个机会，在彰化县政府委托经营美港溪社区大学，一直希望可以把在地的特色，那深港跟县溪最大的特色就是我们的高甲溪啊，所以我们首先展开如何可以把文化扎根，那成为我们美港溪社大重要的教育的目标。所以我们从第一期开始就委托大业大学通识教育中心的廖老师，让他带领他的学生来做我们实地的资料要怎么收集，现况要怎么调查，这是最重要的。那下一步我们希望把收集的呢，可以做一个典藏，之后可以跟深港国中、跟县溪国中在地的国中小可以合作，让他们上课的时候有实际的现况的物品可以参观。那这样会比较有真实感，甚至效果会比较好。那当然比较重要，我们的社团跟我们未来所有的课程的开办也是一个重点。那希望在高甲系传统文化的传承上面，在美港溪社大在大业大学的完全经费的挹注下，可以办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成效。那我们的深港咱的这个转型峡谷有一个高甲系升级依然也是非常有名，那也是我们现在政府也急需要这个做保存的哈。那在这边也要谢谢大业大学我们的这个处长那长期以来在经营我们美港溪，也可以说提供给我们和生县地区的这个乡亲有非常好的一个学习那现在这一次呢，透过他们来做相关的这个课程以及我们的这个整合，也在学校提供给我们一个文物馆让我们的高甲系的部分能够继续的这个传承下去，让我们的传统兴趣可以向下扎根。利用这机会，我来就这个同香港，我们大业大学也要谢谢一下好，1、2、3，接来不及。